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民众上网购买到肉品煮来食了后，发现迄个味特别酸。详细一个看，哪会安尼咧？这个肉品顶头的制造的日期，竟然是702年制造，这伤蛤蟆啦！这已经过期10年啊！这是食到过期10年的肉呢。也毋过业者是出面来买货来画冤枉，讲是工厂的人员着急要来出货。拍唔到制造的日期，讲这个肉品并无过期，市府嘛已经开始来调查咯。一包冷冻的腿裤是民众伫咧网络顶买到过期的肉，800公克卖3个。今日看顶面的制作时间是民国102年，保存期限1年，早着过期10年啊，去甲向议员投诉。到底他是有意还是无心？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业者可以说清楚。民众进前伫咧网络顶，甲人招团伫咧买物件，买30几包冷冻腿裤，煮来食，发现迄味酸溜溜，看包装才知影过期10年，佮已经食落腹。加在民众发现无对同，就无搁食，嘛无食歹巴肚。记者实际找到这间工厂，业者强调是时间拍唔到去，唔是真正过期。因为我们就是急着要出货，那可能小姐她在制作完之后。然后要出货，所以他就是贴标签，就他打得比较快了，所以他才会漏打了，就是打错了日期。食品安全，大人拢真关心，卫生局卖含当事人考证相关细节，针对头家营业状况来开始调查。如查获逾期食品，将依违反食安法第15条规定，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法制局讲，消费者若是食到身体遭抓去，或者是财物受到损害，证据传的，会当向业者请求赔偿，市府买介入协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